过来是基隆市长谢国良，少年耍几两天到基隆火车头前开直播，向市民问好，过来发市情的小手册。结果，互民进党的议员来质疑，这个火车头前敢会当有政治行为呢？议员是批评谢国良公器私用。基隆市政府是来回应讲，拢是伫个台铁站的外口，无影响到通勤的旅客，嘛无违法。7点到8点这段时间，容许我来跟通勤朋友问候打招呼，谢谢大家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会食到火车头，甲市民的手脚强讲到早，迅速发手头市情的细本铺破，叫外界质疑敢是公器私用。佮少年耍几两天徛伫咧火车头，甲人小质问，嘛当时用社群直播佮人博感情，毋过宣传的地点敢若无符合台铁规定，团促民众要改检起。他所站的位置是在2楼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所有选举的候选人都不能够进去的地方。如果要当作选战在打，那么就要照选举的规则来。田文鼎认为，甲罢免当作选战，就应该照规范。具体谢国良想要救家己，嘛是要乖乖要遵守法规。都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罢免或者是反罢免。那同时，我们的地点也是在台铁的站体之外。我们也不太谈到选举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多谈的都是政策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那地点了就争取市情手册，同款互大家明甲无力。该显开内底拢是政治的宣传，有几若件无内容，敢是伫咧讨债公家钱。为了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去做一个实用的使用。所以我们设计成一个笔记本的形式，强调设计做笔记铺破，互市民会当加利用。基隆市所有会空即马无受到检起，若是有违规，会依法办理。罢免特别到两边攻防以及移动，嘛必须大家注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